Hello，曾總。係，Hello，大家好，我係馬鞍島經紀公司嘅店長曾志雲。今次嚟到島上邊咧，主要有一個目的啊，就係26年咧門店獲得2次嘅百萬門店，1次嘅先鋒門店。主要想了解一下咧，依家目前馬鞍島上邊嘅話，邊啲新房會比較好賣少少咧？呢排咧賣得比較好嘅咧，就係一個係中興嘅智慧城，仲有一個招商真灣府，呢兩個樓盤咧係銷量最好嘅。但係咧，香港人大部分人選擇嘅咧，都係中意碼頭嗰個項目，萬科嘅灣中新城同埋原樹呢個樓盤啦。咁主要咧呢兩個項目咧有咩嘅優勢或者咩配套適合港澳人士翻到嚟呢邊馬鞍島上邊去購買咧？如果係生活配套比較方便嘅咧，就係馬鞍島嘅北部。北部咧有一個招商真灣府，係招商嘅物業，所以咧好多香港人咧覺得呢個樓盤嘅質素同埋佢嘅管理嘅嗰個口碑咧比較好嘅，仲有佢個品質係 OK 嘅。然之後咧佢個價錢咧都係比較優惠嘅，12000幾就可以買到噶啦。仲有一個中興嘅智慧城呢個樓盤咧，佢嘅整體嘅品質咧係比較 OK。同埋佢嘅交路標準係比較好嘅，同埋佢近公園同埋學校，同埋地鐵口同埋深中通道嘅出入口，呢幾個點咧，導致佢呢個樓盤咧係賣得好好嘅。上個月咧都係賣到60套左右嘅。咁的確係唔錯啊。仲有嘅咧，如果係話港澳人士翻到嚟大陸呢邊到島上邊買咧，交通上邊嘅話會邊方面會咁方便少少咧？馬鞍島咧，佢其實個長，即係話個長同埋闊咧係比較細嘅，即係佢個距離好近。但係咧北部咧係集中多啲生活配套啦，同埋民診啦，同埋超市咧，同埋市場，同埋學校嗰啲都係喺附近，同埋飲食北部係最方便嘅，暫時嚟講。咁聽曾總嘅意思咧，即係如果話港澳人士翻到嚟馬鞍島買咧，揾你咧係有好大嘅優勢咯。第一個，第二個咧會俾到大家一啲更專業嘅選盤咯，包括價格上邊嘅優惠咯。係，因為咧我哋公司咧從20年即係入駐馬鞍島之後咧，我哋都係生活喺馬鞍島嘅，所以咧馬鞍島佢裏邊嘅啲廠業公司企業入駐同埋佢嘅配套嘅分佈同埋佢嘅交通嘅配置各種各樣，其實我係最清楚嘅。我哋對於每一塊地嘅性質以後係做乜嘢嘅，幾多高，會唔會遮到你而家揀嘅呢個樓盤嘅嗰啲視野，其實我係最專業嘅。仲有咧，我哋同開發商嘅關係咧係好熟嘅，打交道打到咁多年，所以咧我哋有時有啲客咧，佢因為價錢問題咧，我哋直接係可以幫佢攞到最低價嘅，而且有啲甚至乎我哋可以幫佢突破到好大空間嘅嗰啲開發商嗰啲價錢，所以咧我哋喺馬鞍島係有獨特嘅優勢先可以賣得咁好嘅成績，係啊。OK， 明白。咁以後咧，大家翻到嚟大陸咧，可以嚟到我哋嘅馬鞍島恒大悅龍灣優選房店揾我哋嘅曾總可以了解馬鞍島更多嘅房源包括馬鞍島依家目前嘅配套好，唔該曾總，好 OK，咁 OK，下期見，拜拜。